师姐，哇，好大呀！这是荆州穆家的金风号。师姐，你坐会儿，我去买船票。人字层大通铺3两，天字号1间，地字号客满。这位先生，请问10两金子1间房。多少？这可是我们穆家长船，10两金子还贵吗？公子，管家，时辰到了，该开船了吧？是。仙女，这是仙女啊！你要干嘛？不知美人姓甚名谁？来自何方？芳龄几何？可曾婚配啊？公子，我和仙女说话，莫多言。哎呀，是小生唐突了，我该先报上名来了。小生名叫穆年华，在家中排名第7，情窦初开，未曾婚配。哦，那你身边的这些女子是？兄妹，都是兄妹。这位公子，你谁啊？在下苏白衣。公子，出船的时辰到了。啊，你们私奔？啊？看你们这般模样就知道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哎，公子，不可，被老爷知道可不得了。这缘起缘灭，缘自在。这珠子送给姑娘了。哎，你等下。你是孽缘。我们走。师姐，我们先上船。哎，等一下，规矩不能破，给银子登船。可够10两金子。好，天字层还剩最后1间，芳名零落，二位，请吧。啊，只剩1间了。人字层还有剩，乃是大通铺。那不行，先登船再说吧。